来看第3届国际东坡动物日，昨昏伫咧台北举行，现场有真侪古锥的动物，大家民众是拢看甲真欢喜。主办单位希望会当透过这个活动，提倡保护动物的观念，唔通虐待动物。蒙狗头万事变草环15岁吉米是陪伴犬协会目前年岁上大的狗仔，甲其他狗仔有关世界巡回宣导动保议题重要性。伫国际东坡动物日这一日，希望透过猫仔狗仔，互大家理解守护喙脚更较侪生命，等避免更较大的家庭悲剧的发生。那虐待狗狗，我们也是可以来透过狗狗来追寻到家庭的虐待。那所以我们用这么多可爱的狗狗说，不要去虐待它。每一件动物保护的案件被大家关注，它后面可能就是可以解决掉另外产生严重伤害人的家庭暴力的事情。来，我走，换走。不管是乌鸟、白鸟，缘比好好爱，都是上幸福的鸟仔。营养全缺的鸟仔，古锥的面，大家拢真喜喜。边仔安静的所在，也有被人放杀的小气味，外外表甲实际照顾心路有落差，致使互人放杀事件真多。真正要改变的，爱维持的观念开始。领养之前理清他的饲养观念，因为通常弃养都是发生在我不理解的状况下带回家。然后产生的问题，对与预想的落差太大了。主办单位表示，虐待动物定定是家庭暴力甲低效虐待有形指标，保护动物就是保护富有的第一道防线。除了宣导民众这项观念，也邀请专家学者共同参详解决的方式，建立家庭甲动物之间下领域的同步机制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